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6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7篇，创世纪22章15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9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甘心乐意。亚伯拉罕伫100岁时阵就安尼得到上帝所赏赐伊应允的囝。咱来回顾伊的一生啦，对受呼召开始的25档的中间，伊足着急，想要较早看到上帝的应允，佮想要互家己的仆人的囝来成做家己的继承人。后来伊的太太也担袂住将伊家己的女婢来送互亚伯拉罕。即种想尽办法的人，一旦得到，照讲应该是无简单来放手啦吼，特别是到伫100岁，太太90岁才生囝，嘛因为安尼，所以上帝就考验亚伯拉罕。上帝爱伊将独生囝以撒来献互上帝。当然，对另一个角度，圣经的考古学来看，上帝有意思要爱亚伯拉罕改掉当初时献后生献查某囝即种外邦的歹习惯。但是事实上，咱伫圣经看到上帝在考验亚伯拉罕的心智。上帝非常满意亚伯拉罕迄种无自私的生命态度，所以上帝就又搁应允要加倍赐福互伊。伫创世纪22章15节到18节，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讲：上主的使者第二遍对天顶叫亚伯拉罕讲，上主讲：你已经做即个代志，无留你独生的囝毋互我，所以我立誓，我一定要加倍赐福你，互你的子孙人业加添真多，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你后代要占领对得的城，地上万国要对你的后代得到福气，因为你听叹我的话。这种的甘心乐意的奉献，会当讲是上帝所欢喜的。但是咱要安怎来表现讲咱听主的心志呢？特别是现代人的咱，无亲像过去亚伯拉罕同款，会当直接去见到上帝。照圣经新的诫命，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伊讲：恁若彼此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是啦，听人甲听上帝是同款啊重要。基督徒嘛，着因为安尼爱真心来听人，来表达家己是甘心乐意的听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9节到12节，关系兄弟姊妹相听的事，无需要阮写啥物互恁，因为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的教示，爱互相相听。其实，恁有照这个教示对待全马其顿的兄弟姊妹，毋过兄弟姊妹，阮恳劝恁加倍努力，照阮以前所吩咐的，恁着立志来过安静的生活，尽家己的本分，亲手做工。安尼，恁就会当得到会外的人的尊敬，无需要靠别人的帮赞。诗篇47篇。万民啊，恁拢着拍扑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上主至权的上帝应该受敬畏，伊是大君王，统治全地。伊互万民降服阮，互列邦降服伫阮骹下。伊为着阮经应允的土地，
做伊所听的子民夸耀的产业。上帝上去坐伫宝座，万民大声欢呼。上主上去坐王位，扫角拢大动。恁着唱歌称赞上帝，唱歌称赞，着唱歌学乐咱的王，唱学乐的歌。上帝是全地的王，着用诗歌来称赞伊。上帝坐伫神的宝座，上帝做王统治万国。列邦的贵族自集，要做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因为地上的君王拢归属于上帝，大大受尊重。感谢主赐恩互阮，应阮保守甲施恩。求主帮助阮，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对真心、真心、真力听人来表达阮甘心听主。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